適當時候話俾你聽。多謝。我只係真係老實同大家講，係涉及到選舉經費嘅問題。請大家諒解。冇錯。第一點呢，關於大聯盟嗰度呢，我哋嘅召集人呢，若薇呢係同何俊仁議員民主黨嘅主席呢係有一個好嘅溝通。呢個大聯盟同我哋呢個5區公投運動本身係冇本質嘅矛盾，大家係就住同一個目標，亦都即係爭取為香港呢係實現真普選啦，取消功能組別呢係一齊並肩去努力。咁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呢，上個禮拜五我理解呢，我哋喺飯盒會泛民嘅飯盒會嘅會議上邊，召集人都係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呢，亦都向泛民議員簡介我哋嗰個嘅合作框架裏邊嘅一啲嘅內容。咁同時間呢，頭先亦都聽到阿涂君行兄所講啦，我哋係會喺呢一個嘅聯合委員會嗰度呢，係設立一個支援新民主運動嘅委員會，係廣邀泛民主派嘅朋友加入嘅。咁我哋期望將來嘅合作係會緊密，而係有成果，係有效率嘅。好啊。咁其實都輸㗎啦，係咪？係。總票數，因為呢個係變相公投啦，我嘗試再簡單講一講。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變相嘅公投，係一人一票就住呢一個重要嘅議題做一個清晰嘅表決。咁所以個結果係清楚，係贏嘅。如果政府就因為咁樣想進行一個不民主嘅政制改革，違背民意嘅政制改革，呢個係一個相當愚蠢嘅行為。如果有呢個情況出現呢，我已經可以同政府講，千祈唔好做呢一件事，千祈唔好行差踏錯，因為你激嬲咗絕大部分市民嘅意願嘅。第一呢，我要強調，我哋唔係玩啊，唔好介意，即係我哋唔係玩完一輪，我哋係好認真去準備、去討論、好嚴肅咁設計呢一個5區公投嘅運動嘅細節，俾市民去認清楚呢個並不是一場遊戲，並不是一場 show， 並不是一個黨或者一個派想要嘅一個爭取曝光嘅機會。呢個係一場徹徹底底、實實在在嘅新民主運動，係俾市民就住政改議題呢係直接參與。我哋暫時唔知道人哋會唔會派對手，但係我哋絕對呢係期望係有一場精彩嘅對決係出現。我哋已經準備就緒。今次嶄新亦都係突破性嘅地方呢，就唔係一區嘅一個簡單補選，係全香港5個區，亦都極有可能係同一日、同一個日子進行呢一場變相公投。氣氛、動員嘅力度、宣傳嘅力度、對決嘅形勢同埋我哋嘅努力，全部呢都會係對於個投票率同埋投票結果呢係有直接嘅影響嘅。我哋定下呢個框架，亦都向大家清楚講出我哋所面對嘅挑戰嘅目的，亦都係要去超越呢一個我哋定下嘅，希望可以超越到呢個定下嘅50% 投票率嘅目標。我哋相信香港市民，我哋相信市民大眾喺呢一次5區公投運動裏邊咧會積極投票。所以我哋點解定下我哋嘅目標50%呢？就係建基於我哋對市民嘅信任，對咁多年嚟香港市民對爭取民主嘅信任。
同埋我想回應頭先嗰位記者朋友嘅問題咧，就係我相信建制派唔會做逃兵，我亦都希望佢哋能夠真係同我哋對決。佢都搞咗個向前走，咁啊睇下佢向邊個位走。啊，我哋就一定係向住普選去走，向真普選去走。冇錯。籌款嗰度呢，其實係一座大山，我哋要攀過嘅。咁我哋幾位朋友而家先喺山腳望住座山。今日為止係零，進行努力。今日為止係零。雲翔係咪有個問題？我其實頭先有位朋友都問過相類似嘅問題，就話嘅過去嘅民意調查就話咧，大家都唔係好贊成即係5區公投呢一個運動嘅策略。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市民大眾關心我哋民主派咧喺個過程，即係正如大家問嗰啲問題一樣啫，就係我哋會唔會輸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哋今日坐得出嚟，我哋真係對香港市民有信心。冇錯，我哋對佢哋追求民主係有信心。